塔羅占卜師點樣入行？而同學跟我學塔羅牌之前，都會好奇想知道塔羅占卜師點樣可以入行呢？係咪要好有天分或者好特別嘅人先至會做到呢？會唔會有公司請人做塔羅占卜師㗎？如果有嘅話，喺邊度先會有人請塔羅占卜師呢？今集我試下一次過答大家。首先，我好多學生跟我學塔羅牌之前都係零基礎，相信佢哋都應該唔覺得自己好有天分或者有好特別嘅能力。由於佢哋跟我教嘅方法去做占卜，好快就上網揾到人做占卜，個準確度同回應評分都好高，所以唔少嘅同學未上完最後一堂之前已經有客人付費占卜啦。呢個可以話係入行做塔羅占卜師嘅第一步。至於有冇公司會請塔羅占卜師，長期俾人工嗰種就一定唔會有啦。freelance 嘅都仲有少少機會。通常一啲活動，例如 annual dinner 或者商場，例如萬聖節，一啲公司嘅顧客或者內部活動等等，不定期會邀請占卜師做駐場。通常佢哋會要求我哋做報價，我哋會按照占卜師嘅經驗同機構嘅要求去俾個報價佢哋。如果好彩互相符合嘅話，就有機會接到 job 啦。但係過程係好有技巧喎，報價太低或者太高都接唔到。大部分佢哋都唔接受冇乜經驗嘅占卜師，除非本身你有人脈資源。有冇餐廳、咖啡店等等請駐場占卜師？除非你同餐廳老闆係朋友。公開請占卜師嘅香港我就冇聽過啦，台灣都或者有少少可能嘅。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入行做塔羅占卜師，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去嘗試嘅，但係心態就係創業而唔係等人請你。基本要求就係先學識同埋累積一定嘅經驗同信心去做即時嘅見面占卜，然後仲要去學識建立自己嘅品牌、IG 店同埋學習點樣去宣傳等等。通常上堂嘅時候，同學有心入行，我都會教佢哋點做嘅。仲有嘅就係大家唔好諗住一開始做全職喎，否則嘅話經濟壓力會好大㗎。大家仲有乜嘢關於學習塔羅或者呢個行業嘅問題想問我？歡迎留言，記得追蹤 Manny，下集見。